这次台风好恐怖啊！礼拜台风真得影响，礼拜台风真得影响。我们家整片田市都落果了。我眼目下规片天气拢得得咯，我眼目下规片天气拢得得咯。是啊，俗话说，7月下雨又起风，10个甘愿9个空。是啊，人讲7月落雨又起风，10届甘免9屆困。是啊，人讲7月落雨又起风，10届甘免9届困。听起来损失很大呢，这样还能卖到市场吗？听起来损失真大，俺也不如卖去市场嘛。听起来损失真大，俺也不如卖去市场嘛。没办法，太小颗，卖相不佳。无法度，上细粒，面相无好。无法度，上细粒，面相无好。阿婆，您有申请灾害补助吗？阿婆，迄就申请灾害补助嘛。阿婆，迄就申请灾害补助嘛。是的，我今天就要先来办理地籍誊本。是啊，我今日讨了片地籍誊本。是啊，我今日讨了片地籍誊本。好，请问登记名义人是谁？知道地号吗？好，请问登记名义人是要啥？地址号吗？好，请问登记名义人是要啥？地址号吗？就是张坤旺这一笔。这是张坤旺的笔。这是张坤旺的笔。单一笔就好了吗？是啊。单一笔就好啊，是咪？是啊。单一笔就好啊，是咪？是啊。请问有权状吗？如果有权状，可以直接影印。请问有权状吗？假使有权状，不用直接影印。请问有权状吗？假使有权状，不用直接影印。不好意思哦，因为刚才急着出门，没找到权状。真歹势，因为头壳急着出门，无签着权状。真歹势，因为头壳急着出门，无签着权状。没关系，这次就先申请誊本，请您提供身份证跟印章。无要紧，礼拜7先申请誊本，请先摕身份证和印纸。无要紧，礼拜7先申请誊本，请先摕身份证和印纸。好的，这边是我的证件，我要申请这个地号。好，这是我的证件，我要申请你的地号。好，这是我的证件，我要申请你的地号。阿婆，以后如果有要申请补助，用权状的影印本就可以办理。阿婆，后摆假使就要申请补助，用权状的样本是无用骗啊。阿婆，后摆假使就要申请补助，用权状的样本是无用骗啊。誊本有压时间，怕期限过期，您以后还要再多跑一趟。誊本有压时间，强期限过期，现后摆也爱搁加做日令。誊本有压时间，强期限过期，现后摆也爱搁加做日令。这是您的身份证和印章，先还您。掠去现的身份证和印纸，先办现。掠去现的身份证和印纸，先办现。好，这样感觉便民许多呢。好，俺感觉对百姓真利便。好，
俺感覺對巴相真利片。谢谢，您不嫌弃。这里是你申请的地级藤本。罗拉，迄无期限，掠迄很申請的地級藤本。羅拉，迄無期限，掠迄很申請的地級藤本。一份藤本是20元，帮您放在这个袋子里。谢谢你哦。一份藤本係20塊，甲迄放在你嘅台內底。羅拉hen，一份藤本係20塊，甲迄放在你嘅台內底。羅拉hen。阿婆，这样程序完成，给您一張我們的名片。阿婆，俺弄片好啊，得係一張愛人的名片。阿婆，俺弄片好啊，得係一張愛人的名片。上面是我們的電話，有各科的分機。面上有愛人的電話，有各科的分機。面上有愛人的電話，有各科的分機。如果有什麼問題，都歡迎打電話詢問。就要解問題，攏歡迎打電話來問。就要解問題，攏歡迎打電話來問。請問還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嗎？請問也就要解我掉上空的嗎？請問也就要解我掉上空的嗎？谢谢你，不必啦。謝謝，請慢走，路上小心哦。羅拉hen，唔輸啊。羅拉，請寬行，路上小心哦。羅拉hen，唔輸啊。羅拉，請寬行，路上小心哦。